你有冇遇過咁樣嘅情況呢？啱啱開始拍拖嘅時候好甜蜜，但係拖下拖下就越嚟越攰，最後甚至突然被斷崖式咁樣分手。今日我哋就嚟揭開呢個背後嘅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避免走到呢一步。斷崖式分手指嘅係一段感情睇落去好穩定，但係某一方突然毫無預兆咁樣提出分手，讓另一方嘅感覺好似被推咗落去懸崖咁樣。可能尋日仲計劃緊去邊度旅行，但係今日突然間同你講一句我哋分手啦。點解拍拖會拍到越嚟越攰嘅呢？通常都係以下呢幾點。第一係溝通失衡，一方面總係付出，而另外一方呢仲係逃避。時間耐咗，大家會覺得身心疲憊。第二係期待落差，啱啱開始時候嘅激情逐漸消退，大家嘅生活習慣同埋價值觀嘅差異開始浮現出嚟。第三係情緒嘅累積，小問題冇解決到，日積月累呢成咗好大嘅問題。最常見嘅係對方總係忽略你嘅訊息，或者好長時間都唔覆你。時間耐咗，你會覺得自己唔被重視，呢一種嘅失落感會讓感情逐漸耗盡。我哋可以用以下幾個方法去解決。首先係定期檢視感情狀況，就好似身體檢查咁樣，定期去傾下大家嘅感受，然後學會有效咁樣溝通，唔係抱怨，而係提出具體嘅需求。例如，我好希望你喺忙碌嘅時候話畀我知。跟住係保持自我嘅成長，千祈唔好將全部嘅重心放咗喺對方嘅身上，一定要保有自己嘅生活同埋目標。最後係及早處理問題，唔好等到情緒爆發先至意識到問題嘅存在，一定要及時解決，從小摩擦開始。感情唔係一場消耗戰，而係一段共同成長嘅旅程。當你學會檢視、溝通同埋保持自我，就可以避免斷崖式分手嘅悲劇。希望你揾到更健康嘅愛情方式。如果你鍾意今次嘅影片，請你幫我點個讚，多謝你嘅支持。我係小喬，我哋下次再見。